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阿德。嗨，是我哦，我啥人？你啥人？我是龙，安尼了解吗？你好。同款，佮继续要来讲故事吼。咱顶届本来其实按算是讲即个平安顺心甲杨定理是2集会使甲结束砍肉吼。到尾啊，到头前开讲真侪。嘛一部分其实嘛是讲有一寡希望甲大家分享的代志啦吼，所以想讲嘛不要紧，就切做3集嘛。大家都罔听啦，啦，都罔开讲嘛，重点这就是开讲嘛，开讲啦，大家轻松趣味无压力的。人5-6天讲一个聊天，顶毋来讲偌济年才讲了，咱算讲小可代志3集尔会使啦。可以，做地。我听5年都已经讲7集去啊，杨定理也讲3集。可以的，做地就是讲，对，所以客语做地我嘛会用几句啦，但是无句会好标的。来开头咱来先感谢一下吼，但这个不是要感谢赞助啦吼，这个是感谢这个宝岛少年兄。好，或者这个宝岛新声，宝岛新声啦，我若无记错应该是念这个名吼。宝岛新声电台嘛是一个 podcast 频道吼，宝岛少年兄是这个7号甲宜兰吼，这个宜兰是一个人啦吼。7号甲宜兰主持的节目啦。宜兰毋是讲宜兰的所在，是这个人的名叫做宜兰。是吼。虽然讲听讲是甲宜兰嘛有一寡关系，但我无确定啦，吼袂记哩啊。简单讲就是因为即个2位，尤其是即个7号吼，伫咧因的即个节目内底吼，来甲咱斗推荐啊，斗推送吼。确实嘛，互咱增加真侪即个听友，真侪咱的即个天兵天将，嘛非常感谢伊人即个收听都因的收听都真悬，真侪人咧听吼，敢若一个社交，大家拢真支持吼。我家己平常时嘛拢有伫听吼，所以嘛我真趣味哦，真爱听因遐罔开讲啊，啥有诶无诶吼，黑白读啊，啥物拢有，拢真趣味所以伊伫介绍时，我本来嘛无按算着讲伊诶，因为咱无讲好即件代志啦，所以我听着节目内底伫介绍时，我说那雄讲着我这边来嘛，感觉真多谢啦，增加真侪无共款的听众吼，咱的顶一集啊，顶2集的收听率都真正是袂歹吼，真感谢感恩感恩咯，感恩啊！那有机会反射啦，来邀请几度呢？什么物件几度？感恩几度？我让看卖嘛，袂甲你讲。反正就是反正以后若有机会啦，来甲邀请来访问一下吼，来开讲一下嘛，可以啦吼。然后想讲应该嘛真好耍，因为讲一下真好耍，真趣味。大概听因节目拢讲真好笑。是哈。这第一是爱甲大家感谢一下吼，甲这个少年兄，还有嘛有因有一个社团吼，嘛有这个因的听友听了，佫伫顶悬嘛推荐咱的节目，真感谢。嘛甲大家讲一下多谢吼，过来就是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我前2天去看这个台湾男子叶石涛我毋知大家知影这个纪录片无，或者是一部纪录片。台湾男子叶石涛，叶石涛这个人咧，就是这个叶石涛，迄个字念涛，叶石涛吼。台湾男子叶石涛其实是一个纪录片，伫讲这个人，这个文学家、文学作家吼，就是这个算讲对台湾的文学史有真大影响的一个人。文学史，伊嘛是算讲头一个做出这个。台湾文学史讲，我若无记毋对，文学史讲就是等于讲，甲台湾文学的这个理路重新整理一遍，互大家正讲了解讲
台湾本身在地文学的发展，重新整理伊的就重点重新去甲整理出来，算讲是一个真正真重要一个人啦。那当然一生当中嘛，真辛苦嘛经历真侪代志，包含着白色恐怖时期嘛，捌互关过，嘛经历过真侪伊的辛苦的时阵，坎坷的。嘿，但是真有心伫咧文学上尤其台湾的文学，台湾本身的主体性，真坚持伫做伊的头路啦。那因为即个李永春即个文学馆伫咧头城，即个李永春文学馆，李荣春是，因有即个甲因直接甲即个单位直接了，互来报即个。当然，即个业主都本身已经无伫哩啊，已经过往啊，伫咧2008年的款，我若无记毋对就是当初是因为就是因有邀请因来遮，即个李永春伫即个文学馆有邀请因来宜兰遮放即部片，咱遮有机会我迄时有前几工有去甲看即个纪录片嘛，感觉讲非常之好。当然内底有真侪通讨论的物件，包含讲着真侪人有伫讨论讲因使用的语言，有的人认同，有的人无认同，这拢无要紧，因为有人会大家愿意去看即个物件，因为这毋是一个足大众的讲看一个种娱乐的片，就是好看好笑大家看了真欢喜就好啊，毋是咱讲好莱坞毋是即款美国片的即款真好算心情就好的片，毋是看爽的。这甲咱台湾在地有真侪关系。普通有些纪录片你看因为都点点尼，较沉重一丝加减拢会。对啦。但是因为伊伫讲一个人，即个人的一生其实甲台湾文学的发展有真大关系所以你若对家己台湾在地生活、在地文化有真侪关心的人，真正建议讲你去若有机会看到，因为去个参观一下，因为因绝对是无像一般像即个国外的大公司讲我全台湾所有电影伊拢来报上无可能的代志拢来趁即个门票钱真困难啦，电影票钱所以一般拢是在地有一寡邀请所以阮嘛票价拢足俗的啦像即款票价其实拢足俗的。我是希望即个监制甲导演毋通了伤济钱这是无法度，因为家己嘛开，我知影伊嘛开真济钱，因为比较即款的稍微较冷门啊。是较无遐食市。嘿啦，毋是讲咱讲大社会对，从上爱讲大社会从西从西讲大社会。其实嘛，伫遮想要甲大家补充一下，讲大社会即个词伫即个西药房定伫用，但大社会虽然讲啦，伊是确实是伫讲真当讲畅销真通路真好卖，生意真好啦，真大家拢有会伫门定拢有伫卖。但是即款大社会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伊即个利润是加真薄的。是安尼吗？比如讲咱讲普拿疼我讲出伊的名应该是品牌名应该是无要紧啦普拿疼是大家若去药房什么店拢会，我若头听差不多大家厝诶拢有准备对无？其实同款功能的药即款药其实已经真稳定同款功能同款效果的药其实是真侪款，但是大家头一个想到广告做足大对啦，一直做广告，所以大家讲我惊头听啦，讲咩出来人无爽快，拢会比一寡呢，拢买起来厝诶。厝内就买一寡来炖嘛基本10号可能8号有啦，无毋对而且都去像咱之前讲什么去做预防针嘛是讲爱先看一寡讲你若惊讲若去画着嘛是爱看一寡什么都看着，拢是讲着即个普拿疼定拢讲普拿疼，其实同款效果有真侪，有啦，但是大家去用就是有普拿疼无对无？习惯对即款物件对因来讲就是大社会对啦，真好卖，我绝对物件卖袂出去对，但是即款的利润拢真低，是安尼我品牌爱拍名声，我是爱成本悬我成本就悬大家拢甲我爱你无要卖我别个所在卖，你都要来求我，是我的市场毋是你的市场。前个月前的事同样真是抢货，我去西药房伊就讲你看我遐就拢无看价对，即个物件就是安尼，所以大社会其实当时有一个意义，就是即个物件虽然真好卖，但是利润无高。是安尼药局其实若会使卖，伊定都无一定爱即个物件，啥伊无一定爱，因为我卖即个物件，我是受制于厂商，伊要互我无爱互我无，伊今日要起价无，你拢无讲价伊的，因为大家拢要爱，伊市场大。有当时去药房看到一寡即个药剂师啦头家伊会甲你推荐讲，其实同款效果你买什么嘛会使，大家有啥无啥愿意相信。
就是讲你就是为着要趁我钱啥，反正讲伊的即个利润确实是较悬，但是伊总共的售价即个价销，你卖价销嘛是可能比即个普拿藤较低啊。你为什么差？你管人趁偌济钱，你同款的效果都好，但是你会烦恼，你会惊。对。会讲到即个大小的即个物件，就是讲。业照图即个物件吼，即个纪录片，伊毋是咱讲的电影迄款的大社会吼，所以大社会，但是无代表讲伊无好，所以希望大家真正有机会来去遐看一下，去参观一下。然后看到讲你的即个管区所在吼，有伫播即个纪录片吼，门票钱拢票钱拢无贵啦，绝对拢比一般电影拢较俗啦，有机会就去甲看。行一个，内底当然有真侪讨论，我嘛知影真侪人讲台文界、台语界嘛好，对内底使用语言吼有因的想法，虽然有无共款的见解，有讨论拢是好代志吼。那吵闹闹嘛无要紧，拢真好。对我来讲，当然我希望感谢甲即个导演心中较强一丝，会使挡会掉吼，因为这是无法度的代志，一定有一讨论嘛是好事啦。大家拢无人插你，根本连知影都毋知影，这电脑是对，愈侪人讨论愈好吼，迄拢无要紧。安尼才有热热，无毋对。我有发表我的想法伫迄个 Facebook 顶管啦，啊当然嘛，因嘛真热心有来留话互我，吼有写伫网络顶管，大家有机会嘛，使去找一个来看，因有因的回应，我有我的问题吼，想要提问的问题，那嘛真感谢因真用心来回应我的问题。当然咯，只有做交流嘛，吼有问有答嘛，安尼就好啦。无一定咱的想法拢共款，无一定咱互相所有的做法拢认同，但是这个交流本身是个足好的代志。对，我无要用质疑还是讲责怪讲因导演认为讲做了无好，毋是安尼是，我一定会对我看到的物件提出我家己的想法，讲是安那你才会安尼决定安尼做这个部分，这个做法，我伫做我可能会有无共款的方向，每一人考虑的拢无共款，我想要知影，我想要知影你的想法是啥物，敢若是安尼尔，吼，这嘛是想要补充一下，了解者安尼啦，我讲无啥物意思，推荐讲大家有机会真正过去看一下，我印象中，毋过咱播出的时阵，这集播出的时阵应该是宜兰的部分。已经结束啦，吼，其他县市反正还佫有陆陆续续啦。大家若有机会，会使去甲这个制作单位联络，你只要查这几个字拢找着啦。讲你若有人有够，人数有够，想要讲邀请因来遮播出，其实拢会使去甲因讲安尼。好啦，讲到咱故事，来，有时间佫无够。顶一集，咱讲到即个杨定礼即个人，都开始算讲是毋是啊？歹势，我会够走前去。来格马兰啦，已经无一帆风顺啊！一帆风顺是顶一集的代志啊！吼，来，咱讲伊到尾又过第二遍来到台湾了，嘛头一遍来到噶玛兰即个所在，吼，都是为着即个。海产资本，你可以资本，无错，资本的问题吼。代志做了，伊就有嘛甲调停讲，我连这个地形图吼，拢甲你画好啊，路观图拢甲你画好啊，你嘛来，遮做一个设伫这个政府地理吼，共款人讲调停讲伤远啦，歹啦，我甲记住啦吼，讲你莫遐延长你。对于你的做你的地府吼，过年就加强13年，就个调转做其他官职啦嘛。伊就如果离开台湾，第二遍来到台湾，佫离开台湾，嘛是头一遍来到噶玛兰，就安尼。咱是顶一集讲到遮，其实咧杨定礼离开台湾了后，就加强13年的时阵，一直到了加强14年这2年间咯。因为人一直来到噶玛兰，因为迄阵就已经有清朝的人。算讲迄边的清朝遐的人有，对，大清主民汉人就一直刷过来。咱讲即个53因是差不多嘉庆元年至嘉庆2年就开始代记进入到即个噶玛兰的所在。噶玛兰的露水溪，露水溪是啥物溪？就是南洋溪，咱之前捌讲过。毋知影人。家己外头去听，宜兰的迄个单元内底真济。嘛讲环头，环头去听嘛可以吼。就是你汉人已经前溪北的部分已经增加到6万外人啊，6万多人啊，6万外人。自然啊，人济，冲突就搁较济，正常的吼。族群之争啦，吼，即个盗贼啦、海贼啦、土地问题啦，啥物问题拢有啦。有诶无诶，落个。你若无官府，大家就是拼拳头母，
就一定是安尼嘛，无人做主菜啊，对啦，咱就是送的力较大就赢，对，送拳头无较大就是赢嘛，就是安尼嘛。即款解决的方式上大的问题，就是卡袂着就会出人命。对，危险。你若有政府，反正大家讲好，你国较唔甘愿，你就看大家遵照这个游戏规则，输就输无法度。这你若是完全的靠暴力，靠暴力的，你就是真正卡袂着，就是一棍互你死，没有结果就是出人命啦。大概就是拢系这个问题。所以讲，这人嘛，一定有写批互调停，唔茫讲会使设官治理来帮助啦，设伫即个官府来遮治理啦。嘉庆皇帝嘛讲啦，讲即个伊讲即个柑仔兰高啊北部当着遮济人啊，定定个会拄着即个盗贼，伊嘛拢即个齐心协力，嘛会甲调停斗三工。即若设官府来无设官府来经营以后凡事会变成即个招黑盗贼的招黑就是巢穴，变成盗贼的招黑。等到伫台湾才有加添一寡即个不定的风险，就有危险着。确实应当理当爱来好好规划一下即个嘉庆皇帝开始想法有转变啦，就看讲这呢是要安怎来设官治理、长期经营才好咧就开始有伫想即个代志啊，要安尼来处理咧。甲当初时伊态度就小可无共款啦是讲这嘛是讲的尔啦，讲就是鸡长长嘛，讲还讲，真正要做，佫无遐简单，因为要做其实加足复杂的。对咯。当时台湾各地定定拢有即个真严重的即个江专病的问题，就是漳州人甲泉州人之间的冲突啊。咱官府敢若要处理遮就处理袂了啦。头痛。像有迄个心力来规划啦、经营啦，要到底要派什么人来做？对啊，你讲来遮处理好啊，搁爱一开始就要去处理这真麻烦。头壳拢痛代志自然就是安尼，囥咧以后再搁讲啦。一定拢是安尼。反正改也无什么影响安尼。有做无做，有做是好啦，无做嘛无遐赶紧啦，无要紧啦。一直到了嘉庆15年，就是西元，又过一年啊这个西元1810年，闽浙总督闽浙总督闽浙总督做彭维典来到了台湾来巡视，因就是会派一个官员三不五时来台湾行行看看，确定无啥物代志安尼。杨定礼咧共时间嘛，互调停派过来。咱最后讲到，进前杨定礼就讲佫派等于因原本的即个长山迄边去做其他的官职啦。即边因为即个彭维典要来台湾巡视，台湾迄选过真济即个江专病族群问题伊就讲伊就较熟悉嘛，叫伊来遮处理，就叫伊对即个彭维典做伙即个闽浙总督做伙来处理啦。杨定礼咧较济边较有经验。对。其实闽即个字咱一般咱讲，比如讲咱讲闽南闽南，咱是用闽即个字啦。闽南，对，只是敢若我印象中啦，你讲到即个闽浙这两个坑做伙，敢若定定念闽浙啦但正常来讲，我就想应该是念闽浙较对啦无紧，咱就是先知影即个代志。即个事我无特别去做功课去查啦，主要是因为伊的即个内底影响无遐大啦，我大概提起一个尔，我都无开伤的时间去讲这啊。反正讲就是对即个总督做伙来杨定礼对即个总督做伙来处理，顺续来处理台湾江专病的问题做伙来。迄个时阵柑仔兰人的即个头目叫做包阿里头目，即个包阿里咧就走到即个艋舺来找因啊，是因人伫艋舺伊知影因来甲遐是消息传到遮来，就专工走来找伊，而且伊是连即个每一口罩、每一个社过去柑仔兰人是用社来做单位，什么社安尼溜社啦、狗社什么安尼甲即每一个社户口拢整理好啊。彭维典就摕彭维典看嘛，彭维典一看就想讲，人都已经做到安尼啊，咱佫无识官听，实在是讲袂过啦，慢慢歹势啦。我想讲，咱确实爱较认真来看待即件代志安尼。来为百姓做代志者，是讲你要伫柑仔兰识官听，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第二有官员的编制、编制，编制、编制拢会使其实编即个字编
编辑的编，伊台语内底两边买两篇，拢会使。有诶通啊，迄落重复音啊。爱配，因为你除了这官员的编制了啊，搁配兵营，爱做人口调查，爱量土地，这个代志。你嘛爱有其他的干员呐。你这个代志处理好，你嘛才有法度收税。无你嘛收税，毋知变哪算人头。你若无对柑仔兰有较熟的人来处理，处理袂来啦。即摆上适当的就是这个人算就伫遐嘛，大家拢看得出来伫倒位啊。当然这代志就是一定搞好，向来做。一看都知影有定力有定力别人无迄个才调。有定力。台南人讲有定力咱可能想讲，其实这个有定力当时嘛，不过是为着这个海贼资本的代志来过柑仔兰一段时间尔。伊敢真实有了解这个所在。敢有迄个能力吗？敢真正有这个才调。伫遮有一个你伫网络顶悬是查袂到的代志，偷偷甲大家分享。这伫网络绝对查袂到。根据目前官方的记载，当时的开兰第一任五沙，伫咧嘉庆3年就已经来过身啊。伊嘉庆元年带人来到遮，迄个时阵其实失败，佮退转去嘉庆2年，又佮来到柑仔兰这个所在。迄个时阵，这是讲伤长，我大概带过就好，就是讲，迄时阵拄好柑仔兰这个所在发生咱讲天花出，咱天花咱台语讲出毛啊，我是袂有啥，出毛敢若佮无完全共款。天花出毛啊意思啊。天花反正就是嘛是从即摆疫情的意思就对啦。迄时阵的瘟疫啦，着这就对啊，天花。我会记得是。干嘛出毛啊？出刀出毛啊？出毛啊！我见毋对，会人甲咱讲。我袂记了，我见我若后壁有，我若要讲着天花，我就是想讲要开时间来讲即个故事，但是一直无时间处理啦。后壁若有时间讲，可能就来说明吼。迄个时阵嘉庆2年拄好发生即件代志，根据即个家族甲官方的讲法，就是讲因斗相共伊伫柑仔兰人，所以柑仔兰人甲因关系有较好，无两边一直冲突，无伊头一年来时阵，嘉庆元年来时阵是真侪冲突，甲退转去，伊的小弟嘛，伫即个时阵正死啊，当时就正死啊，反正就是到尾伊就加做嘉庆2年正式来到柑仔兰即个所在来开垦，到3年的时阵伊就过身啊。到嘉庆3年伊过身了后来就由伊即个大汉囝吴光义，甲伊的外甥仔吴华，带领大家继续开垦。伊外甥仔嘛，甲伊共姓呀？或者吴华外甥仔，应该是外甥仔。你若外甥仔是阿姊迄边嫁出去咧？照你讲应该是无共姓。你若讲做伊家己的接辈，毋是外甥仔，应该叫做。你若讲家己兄弟啊，孙仔，这叫做孙仔对无？外甥仔孙仔我都分袂清楚。外甥仔是无出去的，甲你无共姓，你姐妹仔的囡仔。对。反正可能是较远的亲戚啦，只是讲嘛是做外甥仔是叫做孙仔，这个孙仔毋是孙子无，孙仔就是讲你兄弟侄子啦，兄弟孙，叫做侄子，兄弟孙啦。简单讲就是有这两个后代一个是这个吴光义，一个是吴华，带领大家继续开垦。不过伫咧吴沙家族的族谱内底，还佫一寡因家族的史料内底因其实拢无吴华即个孙仔的存在，无错。可能佫化名过吧？安尼伊到底是倒位来咧？目前吴沙后代推断啦，这毋是一个历史记载有事实证明，但是因的后代有的人认为讲，当时即个吴华应该是杨定礼的手下。因为即个伊嘛姓吴嘛，所以就讲名义上就派人讲这恁的远方亲戚啦，较远的亲戚啦，虽然讲孙仔来外甥仔毋管，就是亲戚的意思就对啊，真远安尼。派入来内底，就讲你来，既然就拄虽然伫我遮食土咯，恁开垦嘛辛苦恁就去遐甲斗相共，恁家己亲戚甲斗相共安尼。事实上是啥物？就是监视因的家族啊嘛。你大家族啊，带遮侪人来到后山即个所在。想知影恁心内伫想啥，所以名义上派一个人来甲你斗相共，事实上是要创啥？第一甲你监视，第二汇报嘛，当有啥物情形啦，柑仔兰即个所在啥款啦，有啥物款的代志，
就变电讲拢会来互即个杨定理知影吼，就算我人伫台南吼，伫台湾府城，我嘛对即个柑仔兰发生啥物代志，大概啊吼，第一字啦，咱传来安尼拢直接过去。当然东西是无啦，有啦，但是就是会使立第一字啦，吼，这个之一二迄个感觉安尼啦，吼，所以就是惊讲因有多苗不贵之心，吼，惊讲即个五甲叛变，而且事实上吼，吴公伊是失踪身亡的哦，即个吴三的大汉囝，有几个讲法啦，有讲啥物伊是坐船出去了，拄着即个船出代志，风影吼等等，但是事实上是无任何证明，官方安尼讲就安尼讲啦，消息就对啦，其实嘛，甚至有人认为讲。反说伊是被杀害的，是官方杀害嘛有可能吼，等等，但是拢无证据，无证据啊，所以拢是推测尔。无较侪证据通证明，只是讲反说，咱会使想讲反说杨定理真是对即个宜兰就是柑仔兰有一定的了解，是有人会甲通报嘛，无一定吼，所以找杨定理来反说是确实是有伊的缘由吼。总讲一句，既然决定要伫咧柑仔兰设置官厅，自然咱就要来好好准备啊。所以讲伊如果来到柑仔兰这个所在，就是第二遍亲身来到柑仔兰，这时阵杨定理咧离顶遍来吼，当已经几多年去啊，伊当已经64岁啊，真有岁啊！哪里真济啊呢？伊个时阵的人64岁是真有岁啊！共款也是爱佫搬过三条岭，才有法度来到宜兰啊！真忝吼，伊行到三条岭的时阵，迄届行到三条岭吼是51节假工。51节长热，对无？咱讲即个，咱讲袂食51粽，破休毋甘放，破休也袂当放，就是只要过51节了，就真正是热啊！佮行山路，感觉遐远安尼，共款嘛是安尼啦。你看有偌热就好，爬甲安尼片片喘，有岁啊个。64岁啊！迄当阵的人佫无食，迄个是文官，就是做，就是写字压笔的咧，毋是甲人去修正迄款咧，毋是伫运动诶。所以佫伫遐吟诗作对哀叫，爬甲会忝时就吟诗作对，才哀叫安尼。反正伊总算是讲来到柑仔兰啦，当然啦，你才要设官府治理啊嘛，总是爱起一座即个柑仔兰城了城池安尼，迄时阵呢，伊就开始伫做伊的规划，包含着即个城的规模啦、方位啦、地点应该伫什么所在，拢开始做设计啊，拄开始做土城，咱拄讲杨定理一个功绩之就是。宜兰不是宜兰，全台湾去做头一个用土石，包含石头去做的城，就是台湾府城，即台南城门啦。甲过去的土城就无共款啦，毋是敢若拿土摕土来做吼。当然，柑仔兰拄开始是用土做的，外围咧佫种这刺竹啊。做一个保护安尼，所以讲叫做刺竹个城，安尼即个名嘿，即个宜兰柑仔兰城过去嘛做刺竹个城，佫较外围咧，伊佫种即个九姜啊树，九姜啊俗称叫做虎不爬，嘿，俗称伫华语内底有一个讲叫做虎不爬。因为伊拢有迄落刺啦。毋是刺，伊电都变，是因为太骨啦，大汉了树皮拢会拔落来，天然自然就拔落来，滚安尼滚吼，宜兰人讲滚，吞，所以连狗都爬袂起来迄个意思啦。脱线目定诶，吞啊，带出场。是，所以就是嘛做九姜啊城，就是安尼来诶吼。不过九姜啊后来吼，听讲是拢种无偌到位啊，然后水土不服。打起来其实有的所在有九姜啊树，但是是无坐甲较侪同样啦。这嘛大家了解一下。点半冬了，伊来遮吼，为着起这个城吼，开半冬的时间，而且伊就甲这个半冬了就先离开啊，因为还佫真侪代志爱处理吼，伊就先甲这个朝廷上奏。写一个诏章，叫做《柑仔兰创始章程》，噶玛兰创始章程，就是讲嘿，咱这个所在吼，要设官府治理，头前爱做啥，我拢甲你规划好啊吼，这章程写出来啊，计划书啊，这都爱来解说一下吼。其实咱过去一定讲柑仔兰，汉字吼，较早期是写做葛仔南，葛就是咱讲蛤蜊迄个葛，仔就歌仔戏的仔，葛仔南是困难的难，那汉字是安尼写啦，柑仔兰吼，过去是安尼写。伊认为讲这原本是柑仔兰人的语言嘛，柑仔兰，所以就是用拄开始汉人就用这方式写。
但这个字写起来较无遐水，我听起来就困难的，有困难的难嘛。所以讲用一个甲差不多音，叫做格马兰，就是咱打点看什么格马兰威士忌啦，格马兰金车格马兰什么挖沟迄个酒啊啥有诶无？都格马兰都加一个靠字边啦，格马兰，大家都用格马兰这个字。想袂到讲，伊这个创树江顶章程天互这个福建省迄过去是为伫福建省内底天互福建省了后咧，福建省的这个官长长官就所以讲这复杂写甲安尼遐啰嗦，找家己麻烦，要创啥？到时阵佫要叫我做啥物代志就讲这以后甲佫讲啦，以后所以代志就佫卡伫遐，咱啥都已经要起拢规划好啊，准备要起伊甲卡伫遐。代志就佫卡伫遐就袂顶袂当啊！时间一过就佫过一年啊！到了这个嘉庆16年的时阵，因为迄时阵一个官叫做台湾道，台湾道道理的道，台湾道道理的道，这个官员说张治书，张秩序，经书的书，情绪的绪，张治书，伊咧要到柑仔兰来做考察。想讲了解一下台湾的情形，杨定立咧，伊佫陪伊做伙来，真忝嘛，已经65岁啊，65你佫直直甲伊母弟，母弟母狗安尼，就叫伊来甲食，这是第3遍来到柑仔兰这个所在啊，趁这个机会咧，伊佫去做一寡调查，时间伫变因为人愈来愈侪，拢爱做一寡新的这个计划啦，新的计划、新的调整拢爱有转去就可以对这个调整佫上造，继续上造，佫换写一个做勘察开兰事宜证，勘察开兰事宜状，就是讲我最近佫去这个柑仔兰这个所在开勘察啦，去做会勘讲这个所在有什么情形啊，拢甲报告，佫较详细甲咱的调整报告安尼，看会使互顶面同意讲继续做落去无无这个官长就讲无想要佫做，伤麻烦啊所以就是去佫继续写安尼啦。想袂到迄一年的秋天，同年嘉庆16年，人佫伫遐嘛，柑仔兰四界煞伫咧做大水，伊真正是先对啦，伊就是对了，甲再上造这个勘察开兰事宜证是第3遍来迄一年伊人无伫咧时阵，依然都柑仔兰这所在就做大水，秋天做大水，依然过去有一句话讲3年无做大水，猪某就金鱼狗通挂。这我嘛伫这 Facebook 顶我嘛写过就是你讲像东山河啦、宜兰河啦，过去定定咧做大水这都做大水情形，做大水情形写伫这个 Facebook 顶管，大家有机会去 Facebook 去边看卖那杨定立咧之后又过来勘灾，这是第4遍啦，大概来拢无好代志第4遍来到柑仔兰，既然来就来当时就甲这个柑仔兰城的规划进度继续进行落去比如讲到遐发落啦，到遐注意啦会使做先做嘛。当时会使点头讲好啦，互你开始起毋知，但是你若头前做了愈完备，后壁就只要一点头，你紧会使做起来到了年底，伊的这个任务佫结束佫一段落，伊佫等于复城无用伊的这个地府的工课地府工课嘛是爱做来拢是点一段时间，可能半冬啦，做几个月该做的代志，紧来做赶时间了呢。时间总算来到了嘉庆17年1812年无错这个朝廷正式答应要来设立柑仔兰厅朝廷讲好啦，该做啦，嘛互伊愈加讲伊你一直撸人嘛开始真济啦，佫无管嘛毋是办法啦就派官员要来治理这个所在。厅级的长官这个官衔做通判通判你若歌戏内底做清调的故事，但是嘛听到伊甲台湾有关系，定听到这通判这个词就是算讲是厅级的长官啦头一级的通判名号做这字歹念号做德监，迄只德监字汉字免写宅，我毋知这宅本有一个人说宅本啥我用说袂记迄名字是啥物名，宅就是宅本桥，有一个人说宅本桥，我毋知你知影无宅瑞迄个姓嘛，宅就是顶悬一个羽毛的羽羽毛的羽下骹是一个这个
稳准的准的倒手柄摕掉，留边仔迄部分。这个姓氏啊，知啊，干是盐加干的干，3点水，佮一个金，盐加干，大少年人都唔知影，我嘛是课本内底较知影，唔是我的年代。捌做过副总统，这课本内底捌看过一个，捌看过这个字3点水佮一个金，迄个字咧台语内底念坎，迄只念干，拢会使啊，伫咧华语内底念干。对，盐加干，或者说德坎或者德干这个人嘛真衰尾啦，讲实在，这个通判拄来尔，就佮拄着感觉咱这个漳州人甲客人伫咧车拼，嘛有一款讲法，讲是这个汉人甲原住民之间的冲突拢有，反正就是族群之争就对啊，又佮拍起来啊。调停就认为讲。这个杨经理已经往到感觉咱遮侪届啊，伊对这个所在应当是上介熟的，伊上介熟，咱之前嘛讲伊愈真熟所以有经验嘛。无派伊来斗相共好啊，伊个派，伊就只好第5度来到了宜兰，来到了感觉咱这个所在来协助德坎来处理这件代志。后来嘛，伊嘛兼带这个通判这个职务来处理后续，既然就来到遮开咱这个事务毕竟你较熟啦，对啦，较有经验，而且拄开始规划拢你做的嘛，你这个德坎则衰一来，就拄是这个代志啊，无你兼带通判，你甲这开咱的代志处理一下你处理好呢。我当时建城的时阵，外围佫有做这个护城河，就是这个护城河东南西北4个城门，佫有做吊桥，你放吊桥落来较惊会过拄开始是安尼。听起来敢若不哩水真有规模，对，真有规模这个城敢若吊桥，敢若真好耍，敢若演高中戏就是安尼打都无啊啦，拢看挂这个城咧到底伫倒位咧？其实就是伫咧过去的五围街。毋是五围甲5街是无共款的所在，也就是即卖即个宜兰市的市中心旧城区啦。安尼你若拍开即个 Google Map、Google 地图，旧城路吗？是，无错。你若看地图，你就会发现宜兰市四周围市区和即个道路围成一个圆圈啊，拄好画要一个正圆形安尼这圆圈你甲切做4轨，分别就是旧城东路、旧城西路、旧城南路甲旧城北路。围成一个圆圈啊，这个城就是这个所在。这个圆圈围起来所在就是过去的感觉咱城。拄开始伫设官署的时阵咧，设计是坐西向东，伊向东边就对啊。但是迄个时阵，因为迄个时阵大部分的即个民家是安尼啦，就是坐西向东就对啊，所以就对咧设计官署嘛坐西向东。但迄当时咧，即个城免讲嘛是爱请即个地理先生来甲斗看一下，要设计的时阵，当时拢真信这嘛，真侪人买厝啥嘛，拢会去看这。即个地理先生叫做梁章读。章是文章的章，读是读书的读。当然一般啦，台语内底啦，用啲人名内底念即个读音较济照你讲，你会使念做中读但是因为即个字嘛，真特别。你若是用伊本身毋是漳州人啦但是你若是宜兰腔、宜兰漳腔来讲，照你讲，会念做牛江钓即个字，还佫一个发音做钓但是毋管你要念读念钓拢无紧啦反正就是即个人做梁章读，牛江读牛江钓即个伊个字叫做凤仪，凤仪是有凤来仪，迄个凤仪有凤来仪的凤仪即个名嘛是定听着啦，即个字就是即个地理生呢伊就建议讲，你官员若向东，你百姓就管袂叮当，所以建议讲你改一个啦，你就改成即个坐南调北。坐南朝北，是那这个城门是东南西北拢设有一个城门。当时这个牛江钓就建议杨经理讲，咱这个城门若是就爱顺天理应吉位。咱配合着文王后天八卦方位来号名。讲得真好咧。什么叫做这个后天八卦咧？咱先唔管啦，因为这足复杂的，这甲夜经有关系。迄个地理师的讲法。
重点是伊是用八卦来表示方位，但是先天八卦甲后天八卦的方向是无共款的嘿。伊用的是后天八卦啦，大家有机会去查看觅。各位听友，你若手头有罗经，罗经真是啥？那个罗盘。嘿，嘛有过来讲法，这嘛说罗经、罗经拢会使吼，罗经咱遮嘛定安尼讲吼，罗经、罗经拢有罗盘。会使甲摕出来比对一下，但是我是相信大部分人手头应该是无即个罗经吼，无罗盘吼，主要是顶悬有即个八卦方位啦。你一般的指南针是无啦吼，无即个物件。但是其实当我知影讲有诶人嘛会甲即个指南针嘛甲或者罗经啦吼，共款意思。主要就是因为伊方向诶关系，或者指方向诶关系。毋管你手头有无要紧，若无我会使甲大家解说一下吼。咱讲的八卦就是即个乾、坤、坎、离、震、巽、艮、兑，总共这8个字。无紧，听过就准拄煞。其中表示东方的叫做震，就是咱讲震动的震，震啊，其实伊的原音是震。第三条震表示西方的是兑，兑就是兑换，咱华语讲兑换迄个兑，会晓写无？说服的说，倒手边迄个言字并提掉就是啊，表示南方的是即个离开的迄个离，表示北方的叫做坎嘛，迄个坎。根据即个方向来甲城门号名，城门你甲号名伊就会使加上这字。东边的叫做进兵门，其实伊是爱变第二条进兵门啦，但是我习惯讲进兵门进兵门拢会使。即个西边的叫做对安门，南边的叫做离顺门，北边的叫做坎兴门，就是进兵对安离顺坎兴。那即个时阵的官个方向改过了后咧，杨定理有去会勘过，看到真满意啊，真介意挡袂牢伊死刑大法，伊个想要吟诗作对啊。伊都文雅的人哩，读册人嘛，你看伊过去爬山爬到遮忝嘛，行山路来嘛，硬要伫顶悬吟诗作对啊。读书人咱咧野训呢。根据《噶玛兰听志》噶玛兰听志历史的记载咧，伊的诗是安尼写的伊讲南北以来造玉神，依山居士远相亲，天然佳景开金面，窜耳风牛好玉林，3月周苗渐季节，数年议论快初心，斜阳独立并所手。力保青潮大友人，这念过大家一定拢毋知我伫讲啥，无要紧迄就是伊的诗。你伫噶玛兰听字内底会使猜着即首诗，意思就是讲伊来过遮济抓等规个噶玛兰经过伊的即个规划真好，而且佫是甲圆山啦、甲龟山岛拢有一寡相对的一寡设计圆山就是宜兰市的边瓦山区也是圆山圆山龟山就是龟山岛的意思岛屿嘛，讲远相亲就是讲你瓦山瓦海拢有接触到拢设计真好的环境。天然佳景开金面，金面有一个，咱讲过去讲南洋北景金面大馆就是一个所在，金面是一个山啦，金面山顶，伫遐会使看到规即个南洋边缘啦，山海美景安尼，就是讲春日风牛好玉林，反正就是共款到各地拢伊拢做甲真济真细致的规划啦，伊开真济时间真济周苗，就是即个。预备准备做真济准备，周苗就是即个概念安尼。开几多年数年议论嘛，开几多年，你哋甲顶悬讲你爱开几耐创咯，一直伫甲对，总算讲大意思，会使好好去完成伊的即个想法啦，心愿啦，所以就讲即个斜阳独立并所手就为着即个。互即个所在使起起来，真辛苦，开真侪时间，要安怎写，要安怎说服长官即个真有诶无诶总算伫遐看几片看出去看到这附近这些田地啦，甲徛伫即座城诶顶悬安尼，感觉看到人拢真清爽，风景真水，人真爽真爽快安尼专工
这城起甲差不多了，来亲身来甲看一个是真欢喜啦，伊的心血啦，有成就感啦，算讲伊的一个心血，开始成就感嘛。嘿，咱拄则头前讲即个字吼，做进对离坎吼，就是表示讲东西南北四个字。那中尾迄字，就是你若照即个东西南北的顺序，你甲倒起来，伊就变成平安顺心。嘿，即个时阵爱念心，是念兴。我毋知大家听出这差别。平安顺心，袂安尼念吼，一定是顺心吼，因为宜兰腔内底即个字吼，咱讲兴盛兴旺，即个字念兴，无念兴。敢若无啥会晓念兴。嘿，因为你的腔口足参难的，但正宜兰腔阮念兴。即个人，比如讲我家己的市场有即个鸡肉兴，嘛有白菜兴，过来兴，啊，有白芳兴，芳仔兴，白芳的芳仔兴，我感觉。因为兴这个字定定伫宜兰人的名内底定使用吼，所以阮到头前个鸡是卖啥物的，市场定定芳仔兴啊啦，安尼才会清楚。鸡肉兴啊，白菜兴啊，定定拢会安尼叫吼。阮得讲兴，袂讲兴吼。这是宜兰腔的特别的讲法啦，带讲腔的意思吼。所以讲过去吼，你若要去城内，因来讲要去平安顺兴城。安尼宜兰市人就安尼讲吼，我要去平安顺兴城内底，城内咯。嘿，我要去城内安尼。就是因为如此咧，当年若要过年的时阵，你就看到宜兰市公所送这春联啦、门贴啦，门贴就是四角顶管嘛是写出3、4个字安尼，就嘛是祝福的话啦吼。顶管就一定会写平安顺兴这4个字。全宜兰县也只有宜兰市有。就是讲较早柑仔兰城的所在地，伫即个所在嘛吼，才会搭这4个字。咱若是有朋友听友来到宜兰，拄好是我过年的时阵，有拄着一寡活动伫咧送送春联啊，送门贴啊吼，毋通袂记你去讨一张仔来搭，这就真遗憾的。你宜兰县其他所在嘛无，安尼吼，是一个真祝福的话。今嘛嘛真少伫写门联啦，而且是当时的这个地理生的，亲身去看过讲。好，这个名吼，因为你讲好了真好吼，得出来安尼，好了真好，这个这个城门吼，伫咧当地7年，也是西元1868年的时阵，当时的同伴说丁成熙吼，伊捌中守过，过去土城嘛，用土做的总是较紧害吼，定定整修，个摆有用一寡石头啦，等等，伊就甲这个。城门顶吼，佮专门叫工人吼，专工吼叫人用这个石头刻了门牙、门匾吼，顶管做一个门牙呢。门匾、门楣，它嘛是门楣的一款。咱讲公窑门楣对无？门楣还是门楣，拢会使吼，就是顶管迄个所在。光耀门楣，光耀门楣啦。你若是要用文言讲是安尼啦，就是门牙啦，牙就是牙头，这个牙啦，牙头嘛是门牙拢可以吼。所以这个石头做的，甲咱拄则讲这个进平对安离顺坎兴这4个字这8个字啦，4个门的名吼，甲刻伫石头顶管，倒起来吼，倒伫这个门牙所在、门楣的所在。这4个门后来伫咧日本时代大正2年，就是1913年的时阵，若是伫咧中国，当时的中国是中华民国2年，那伫咧台湾是大正2年，因为台湾是属于日本统治之下，因为这个市街改建，还有城甲城门拢个拆掉的关系哦，这个门楣门牙都嘛红凊彩黑掉凊彩黑都拆掉了凊彩黑。后来是伫咧过去的县议会要动工时，宜兰市的县议会毋是讲宜兰市有县议会，是过去县议会早期是伫宜兰市区就是在这个宜兰市公所边仔啦。这个议会要动工时，迄时阵为地下挖出来的总共有找到2地，其他已经无去找到迄2地，一地是对安门，一地是这个坎兴门，这2个门的这个咱讲迄石头迄2地安尼。再甲你考试一下吼，我讲对安甲坎兴这是打2个方位的门。你嘛帮忙，我哪有我甲会记甲调咧？对安甲坎兴吼，当然讲，简单讲平安顺兴是东西南北你就照记安尼就使，记安尼就使。顺兴就是东西南北嘛，对安就即个安字嘛，是咪平安的安就是第2个字。
第二个字咱讲东西南北，第二个是毋是西，所以对岸就是西边的迄个门，西门西门啦，阮当讲西门较济吼。西门，嘿，过来另外一个是坎兴门，平安顺心的兴，平安顺心啊，就是毋是第四个？北啊，嘿，东西南北，就是北门，就是西门甲北门的这两地有留落来吹着啊，西北。西门甲北门这两地目前留伫搭咧，伫咧宜兰市立图书念做图书馆甲对啦。但图书馆咱会讲图书馆哦，都市馆啊，宜兰腔讲都市馆，这个坑起来就对哦。嘿，保存起来。安尼，当伫咧宜兰市伫即个都市馆图书馆的即个新馆，过去是伫旧馆，当伫新馆伫对，新馆伫咧即个。阳明医学大学的即个病院啊，好，咱就是咱讲阳明医院新的病院大栋迄栋诶边啊，新馆伫咧迄个所在，最近拄开幕尔。安尼哦，因为我毋是迄人，所以我无知。迄就是嘛，号做李科永图书馆，罗东一间，宜兰市嘛一间，宜兰是真正特别，因为其实是这李科永的基金会伫咧全台湾真侪所在拢有出钱来起即个图书馆或者都市馆图书馆拢可以，就是互即个各地政府会使有一个使用的空间。真好。这甲伊过去做的即个事业有一寡关系。即个事业咱来拍一个即个引号，以后有机会咱再来讲。总共一句宜兰是较特别，一般一个馆区价格就是一座，即个馆就是一座，但是伫宜兰馆内有两座，一座伫罗东，一座伫宜兰市。这无紧的，以后有机会再来讲这部分，互大家知影讲，你若有机会来到宜兰。当迄个新的馆新的即个都市馆图书馆已经真水啊，去甲真水真大间，停车场嘛真大，去甲行看内底佫有咖啡厅，安尼，使去啉咖啡，你著使去看迄两地，就囥伫遐，古迹已经是当地年间做诶，使去看者，而且你就知影是安那有即两地囥伫遮，你来讲无讲毋知呢，是，所以咱总结一下，讲咱。即边的即个故事开3集甲讲了，伤够体上，咱讲体上。谁来佫要讲体上？我做上的人有够衰。上就是日上啦，日上日上啦。体上诶。嘛会讲体上啦，旧宜兰腔、老宜兰腔讲体上啦，当拢体上较济哦。第一就是讲，即互大家知影讲杨定礼即个人啦，咱总结一个讲，互知影大家知影杨定礼，伊讲算讲是对全台湾影响拢诚大。伊安尼其实讲起来对台湾诚好呢。至少影响诚大，后摆当然每一个人角度无共款啊。无的确，因为咱诶有诶听友生活关系吼，嘛有受到伊诶影响。毕竟当时做台湾府、地府真侪所在，伊拢爱去参与着吼。即大家使去研究看觅，看恁家己故乡吼，恁诶家乡，恁诶生活诶环境是毋是甲有关系？第二个就是互大家知影讲，伫咧宜兰市家家户户门骹口搭诶即个门贴春联，有写平安顺心4个字是安怎来诶？对，这是顺联宜兰市独有诶历史。宜兰县那个无是宜兰市才有，高宜兰市有尔。过去真侪所在拢有城，即个物件，比如讲嘉义过去嘛有桃仔城，嘉义是有桃城嘛。恁诶城。虽然应当嘛是拢拆了啊，大部分拢是拆甲差不多啦但是伊有变成什么故事流传落来无？我想这是真适合大家来观察家己生活环境的一个功课啦。就是讲你的生活，你家己你踮的所在，你徛起的所在，过去的历史有啥物故事流传落来无？这是真好算的一件代志安尼。这就是咱今日总算甲即个结束咯。杨定礼甲平安顺心，感觉咱的即个暗号平安顺心。嘛是无简单，咱讲者一直走，我一直推荐。皇帝都无爱插伊。实在，所以5度来到感觉咱嘛真辛苦咧。一个读书人安尼搬山过岭。目前伫咧宜兰市的照应宫，也就是妈祖庙，一个真老的妈祖庙，内底都2楼都采即个，共款来讲三大脑即个雕像，算讲神像啦，就是有刻印3位，当然讲即个。
德感嘛有吼，啊还有杨定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是陈晶吼，嘛是拢早期开垦，嘛不是讲开垦，早期宜兰的官员啦，这3个人的这个形象会使拜。啊，若是伫咧湿地纪念馆，宜兰市的这个新月广场生活广场的边啊，有这个湿地纪念馆吼，就是内底嘛有3仙吼，你看敢若僵尸共款吼。最近这个台南的僵尸店哦，其实没有做僵尸店，好像是僵尸真红啦吼，真青安尼。其实你若去湿地纪念馆，你看迄3仙吼，敢若福禄寿者伫遐迄3仙吼，老公啊飘呢。嘛是敢若僵尸共款，真个恐怖，穿迄个青条的衫哦，啊，佮刻个人诶乌乌安尼，坐底下整甲甲用啊长长白白白安尼。以前都功夫安尼尔款。这应该是较近代刻的啦，但是可能因就是想要，我毋知想要表示什么风格吼，反正就是会使去看一下，吼，讲你要看这3仙敢若僵尸的物件什么就真正讲正重要，这个是这个杨定理，杨定理是这个对宜兰的影响真大一个人，就咱讲这菜伫遮毋是菜好耍的，我就知伊的历史伊的故事安尼。历史啦，吼，历史人物，迄是真是个历史人物。对，好，咱这一集就到这吼，毋知影大家对这边的故事什么款的想法咧？吼，共款啊，话尾大话尾拢共款啦，吼，就是你听了有介意啊，好啦，你就去 Apple Podcast 啦，First Story 啊，反正就是这平台会使留话，福原你就会使去留话啦，吼啊。那你收听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嘛，真正希望讲大家会使倒留下这个5粒星的分数，有诶宣传伊会要求讲你有人拍分数了才好宣传，所以嘛，这点嘛，希望大家斗3工一个，尤其是 Mixbox 就烦的，讲会使替咱宣传，但是吼，就是爱有人先拍星啊，烦死，啊，大家若有用 Mixbox 咧听吼，麻烦吼，大家讲替阮拍一个5粒星的分数。还一寡鼓励啦，安尼。另外就是数票，对啦，是要选举啦。另外就是这个 Facebook 啦、Instagram 吼，会使找出来亚特聊聊天，会使看到更加侪节目的内容。打开今日这一集就是安尼咯，先安尼哦。到这为止，大家都来，拜拜，拜拜。市场买的金香肉就是真正有较俗，一定吧。我时阵就是讲我买，我一届拢会买5袋，因为一礼拜亚，我差不多掠一礼拜亚，一届买5袋。吞的咯，吞的摕菜脯冻啊，懵冻啊。较早我若做讲菜脯冻，你食袂落吼，伊个食顿毋食，你食一寡有诶无诶吼，食迄饼啊，食啥？到时我摕菜脯冻啊，甲你冻。老伙仔才有安尼讲。菜脯冻啊，其实一个碟啊啦，细细支的碟啊，因为你碟啊啦，敢若嘛有电的做拢会使。电的嘛会使吼，主要就是一支灯有淡薄较少看吼。有嘛会使做果冻哦，你若有需要，可能无都囥久啦，有菜脯糕有啦。因为迄个菜脯吼，你囥入迄罐仔底吼，一般拢是迄个罐仔脆吼，是较油诶，有丸棍啊迄款诶。迄就是敢像米酒罐安尼啦。嘿，生做敢米酒罐啊共款，所以你无法度，因为菜脯诶切做一块一块，你安尼无法度就囥落，啊，袂食爱塌互杂，塌互对，爱打互杂，爱足暗诶，所以爱足杂诶，你就是爱有迄支安尼个一直甲拄一直甲拄。冻甲上下骹，冻甲弯诶，冻甲出水吼，水甲离掉安尼吼，吸水，所以就是会有即个菜脯冻啊，吼，即个意思啦，吼，讲啥物件？嘿，菜脯冻啊，吼，但大部分人应该毋知即个物件啦。反正就是讲，买即个金香肉啦，金香肉算算吼，你平均一袋，我买一袋差不多是，我买400克是66箍，吼，足俗诶。啊，若是你要去超市去专联买吼，全联啦，吼，专联买，伊拢固定价小，就是290克，伊连重量拢固定诶，290克就是即个79箍，伊拢切好好，切好好，一袋安尼啦，整理好，重量拢固定，但是就是较贵一丝啦，吼，一定诶吧，换算起来是较贵一丝，啊，你拄好伫即个市场内底啊，甲摊商伫开讲，摊商哪看报纸哪开讲，就讲即件代志，迄个袂对吧？是迄个是袂对吧？就罔讲，哎，讲，到尾我就讲即件代志，讲确实全联有介绍市场真较俗啦，伊就讲对啊，全联贵真济。